哇，今日話遊戲，遊戲嗯，好。小我哋小個嗰誒陣嘅遊戲，嗯，嗯誒，我最近誒睇到新聞話日本人咧都玩麻雀，你有冇玩過？麻雀，麻雀係啊，麻雀麻雀。係啊，日本人到麻雀，不過日本人嘅 adult 哦，adult 係嚇玩麻雀，小朋友唔玩麻雀，嗯。哦，小朋友玩，咁所以你唔識，唔識唔識，你識唔識玩？我少我少我少個陣，我唔識馬上 rule，我哦，我好唔識。似話我大學生個陣開始玩，哦，哦，大學生嗰陣有玩。係啊係啊，通常日本大學生開始玩麻將。嗯，點解大學生會開始嘅？啊，因為呢個可以玩麻雀係なんだろう、社社交社交呢個えっとなんだろう、哦あ、social communication。哦，social communication。うん。哦，寫哦係即係平時唔使返學嘅時候玩。係啊係啊係啊。誒，こ麻雀係好唔好難啊？嗯，我覺得幾難㗎，其實因為誒嗯我就係要好專心，定係可以望住個麻雀先可以玩咯，好緊張。Tense。好簡單，係啊係啊係啊，誒一唔睇清楚就miss 睇唔到嗯，漏咗咁樣。誒嗯誒，即係你可以point calculation。誒麻雀要記憶力好好，記住嗯嗯啲牌。嗯，係啊，跟住我記憶力唔好。啊，覺唉，得好，嗯嗯嗯所以誒成日即係成日輸 lost。，loss，係誒誒有時嗯我會同我嗯爸爸媽媽一齊嗯，玩。你誒你誒你你父你屋企你家庭係啊，喺父母屋企。玩日仔啊？嗯，一齊啊，家庭一齊玩。誒喺日本女女生通常女生唔可以玩麻將，佢哋佢哋唔識麻將 rule。哦，邊個唔識？女生女，ladies，女生。哦，女生唔識。嗯，哦係啊，哦，所以淨係男仔玩。男仔，男仔玩男仔玩。嗯。麻將係男仔玩，哦哦，我哋我爸爸好嗯，勁，佢佢佢一邊打麻雀，
嗯一邊手機嗯，game，一邊睇啊，電視嗯，啊，へ一度同我ー哋傾偈講嘢，佢好叻。へー好勁喎，係啊，我就淨係麻雀嗯，一樣，佢就好多好多樣。へーすごいね。我爸係啊，爸都好困麻雀，係咩？嗯，哦，每年係啊，每年冬天と打麻雀一齊佢個朋友哦，你有冇一齊去？啊，唔係啊，你冇去，定係嗯佢同朋友？嗯，哦，我唔記得咗rule，哦，你而家唔識，唔記嗯，得咗？係啊。哦，哦，即係你而家玩唔玩麻將？而家而家比較少，好少，而家唔嗯，玩。因為誒而家誒而家我哋有好多其他嘢玩，手機有 app，有 TikTok，有 誒，Instagram，就冇以前好細個嘅時候，學嗯生哥嘅時候冇 smartphone，冇手機，冇其嗯他遊戲嘅話，就會嗯打麻雀。而家嗯，就可能玩其他啦，變咗。誒，係啊，就就是最近小朋友玩smartphone app 咩哦，咩咩 係啊。smartphone app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嘅表弟定係，總之係細個佢都表弟啦。嗯佢喺 iPad 個上面玩啊 誒，好似 PUBG，you know PUBG 嘅遊戲。PUBG 嗯 PUBG ，Call of PUBG 係咪啊？Duty，Call of Call of Duty 冇玩過？啊射槍，Call and Duty 手機啦，Call of Duty 啊，日本啊，係啊，小朋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友都啊，都玩啊，係。佢一去食嗯飯嘅嗯時候，跟住就iPad，跟住嗯，就開始玩到食完飯都喺度玩，跟住食飯唔食飽啦飽啦，佢話飽啦好飽啊，我要玩啦，跟住就望住我，跟住越行越埋咁樣喎，好近啊，佢哇，眼好強睛離我，啊！係啊咁啊，誒係啊，日本小嗯，朋友都記得平時係Pokemon Go，你知唔知啊？Pokemon Go，嗯，我知啊，我啲朋友都有玩，哦，好嗯，啊好啊，係啊係啊係啊。誒，仲有嗯，就最近好流，都唔係最近啦。我啲朋友一齊玩Pikmin Bloom 哦，Pikmin， Nintendo 噶，嗯係啊，Nintendo。，Nintendo 嗰個遊戲哦係啊，哦哦，最近佢係係流行啊，最近嗯流行啊。日嗯本流唔流行啊？最近嗯，係啊，係啊，哦，佢你知唔知係咩遊戲？哦，你知唔知係？嗯你知唔知 Pikmin Bloom 係乜嘢？點玩？啊，我未玩過 你 Pikmin，未玩過？係啊，我話俾你聽，誒，佢係嗯手機遊戲，嗯嗯喺個手機上邊，嗯跟住你要行路，嗯，行路啊，行哦，路，跟住就要去collect 嗯種子，花嘅種子哦，seeds，嗯嗯嗯，嗯，係跟住種花 plants flowers，へ嗯，誒，係啊。誒係啊，跟住咧行到去唔同嘅地方，嗯就會有得影相，嗯就先 postcard，跟住咧影咗相咧就可以
送俾朋友。哦，へえ，好似係啊，好似 Pokemon Go 係啊，都係啊，咁樣咯。係 map，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嗯，係啊，map 係啊，咁你就去種花。種花呢啲へえ，全部大家種嘅，然之後大家種嘅花。係哦，啊，跟住呢個蘑菇就係壞人嚟嘅，壞 hit 你打佢一錘。這 哦，Game Boy Advance，嗯，哦，Game Boy 我都有玩。哦，Game 嗯，Boy，我最中意嘅嗯，遊戲嗰陣時係叫做《幽遊白書》。幽遊白幽遊，書，幽遊哦，白書，日文叫桑えっと幽遊逃犯幽助桑園撞馬日本語では等等啊，我唔知日本語點講啊。啊，呢個幽遊係唔係廣東話名啊？係啊，啊，呢個咦悠々冇玩過。白書，悠々白書啊，係啊，啊，悠々白書 Game Boy 有個遊戲喺哦，度打交 へ fighting。え，嗯，哦，悠々白書係Game Boy 嘅game，へ嗯啊，係え，係係啊係啊。啊，嗯，悠々そうなんだ。白書。へえ，嗯，咁你你有冇玩 Pokemon 啊？哦，我冇玩過 Pokemon 啊，我知道哦，係 RPG game 啊，係啊係啊 Pokemon。，RPG game，係啊，我冇玩過。へ我冇え，玩。係啊係啊，我玩嗯，Fire Red とね、ダイヤモンド。ダイヤモンド係哦，我見有咩唔同㗎？佢好似有唔同顏色，red、white、gold 咁樣㗎嘛？Pokemon 係咪遊戲？係啊，Pokemon 嘅角色 series，哦嗯，series ，series 係係啊，Fire 係 Red、嗰 Leaf 嗰啲。Green，嗯，哦有咩唔同㗎？有咩唔同？啊唔同啊，哦，係嗰啲入 Pokemon 唔同，出現嘅 Pokemon 唔啊 同。Pokemon 唔同嘅 哦，Pokemon 超勁，係啊，哦，例如咁你最中意嘅 Pokemon？係，最中意嘅 例如你講。Pokemon 係嗯なんだろう、カビゴン，你知唔知啊？哈比蒙，英哈比蒙。文叫スノーラックス。哦，藍色嘅。哦，好似着大大個啊，嘅。係啊，呢個係。我知。スノー好 ラックス Q 啊，好，好得意啊。係啊，嗯，好可愛啊！佢好 佢 Q 平好 Q。時佢成日瞓㗎，啊，好成日瞓覺，好可愛啊！哇，係，我知。啊。そう。你最中意嘅 Pokemon 係唔係啊？我最中意嘅 Pokemon 係誒到嗯小火龍。小火龍小火啊，龍。哦，紅色嘅小火龍，我哋叫小火龍喎。小火到龍のタイプ。呢隻日本語點唔知點。啊，人影。小火龍是トカゲ。うん、人哦，影。うん。都香港叫做小火龍。小火龍，少哦，少嘅少少啊，火少少嘅火 fire come on 啊，dragon 嘿嘿嘿，係啊。啊，小火哦龍都好可愛啊，嗯，哦。へえ，嗯，石頭 stone。石石つぶ頭て、つぶて。うん、石つぶて、石つぶて。うん、係啊。
係啊係啊，好 rock，得意咁樣 rock type rock 嘅，Pokemon。啊 rock type 係啊係，へ嗯え。其實我細個唔識，不うん。過最近有玩Pokemon TCG 係手機，哦，TCG，手嘅手嘅，係最係啊最近手機最近係係流行啊。嗯。嗯係啊呢幾年流行，佢嗯。係 card game，不過喺手機度 collect 同 fight 哦，哦，係 so 啊，即係哦係平對，你可以exchange 你哋 card。啊 哦，exchange 抽卡係へ哦卡え。路哦跟哦，住 fight へ係啊係啊え。係啊係啊係啊。啊，最近 Pokemon 卡 real Pokemon 卡好貴啊。哦，我成日見到誒、嗯。YouTube 啲人買一箱啊 box 嗯，box 成箱 box 係卡啊。買嗯。啊，係啊係啊，跟住就話啊抽到嗯。好貴嘅卡啊，嗯嗯會好嗯嗯。嘢咁樣，哦哦哦，你即係你細個嗰陣，話有冇玩real Pokemon card？細個嗰陣時嗯。冇玩，哦。收集卡嘅話，card game 我哋有收集咩咧？個 poker 卡足球卡。足球角，哦，足球角。嗯，嗯。哦，足球卡，點哦，樣點係，點樣玩啊？足球角。都即係可能係收集 collection 啊，collection。exchange and collection，啊，係啊，へ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足球，啊，我哋細個嗰陣嘅足球選手，例如誰？ベッカム。我足球選手，足球，哦，足球選手，係嗯，啊，例如，我哋嗯，例如哦，ベッカム。碧咸，哦，碧咸，哦，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ベッカム。係啊，哦，碧咸啊。嗰時候，跟住我朋友うん。佢喺張卡嗰度啊，跟住佢自己簽名 sign，すげえ。へ係唔ー。係係拍我朋友簽名，跟住話係足球選手簽名，哦，我即係你朋友寫我朋友佢名。寫係係，跟住佢話係足球選手簽嘅，啊碧咸簽嘅，碧咸簽嘅，即係呢種係係 fake。碧。跟住佢想誒賣俾我，佢話碧咸簽名㗎，誒100蚊賣俾誒你。跟住我睇，哇唔啱喎，唔似喎，你係咪你簽㗎咁樣？係啊，fake，誒好笑そっ啊！か。卡嘅遊戲係デュエルマスターズ，你知唔知啊？嗯，香港叫遊戲王，啊，遊戲王係另一個卡 game。哦唔同㗎，哦唔係啊同㗎，係啊，Duel 哦，Masters，我嗯我個小學嘅男仔差嗯差唔多男嗯，仔玩啊。哦全部男仔都玩，係啊係啊，哦所以點解我點解你哋中意嘅？啊冇哦點解好玩？點解好なんなんでだろなんでって言われると確かになんでだろう。哦我係啊，我我哋朋友
朋友嘅哥哥哋哦，都都玩，所以所以就嗯一齊玩。係啊，一仔一仔，哦所以social game。係啊，幾好。好多嗯朋友玩，因為好多朋友玩 Grandmaster，所以我嗯嗯。我 invite 佢哋我屋企，哦嗯，哦，我幾屋企好幾好。係啊，玩金邊嘴。係啊，錦標賽。街邊就係啊，哦，可能七十人，七人。嗯，七人。十哦，十十17人。人，哦係啊，哦，你有冇贏咗？係啊，好多小朋友你贏咗？來到哦我屋企，哦。當天平時玩snowball fight 雪合戦，哦，snowball fight。係啊，snowball fight，哦哦我都有玩過。我喺嗯。美國讀書嘅時候都有哦，同朋友玩。係啊。嘿，哦，係啊。好開心啊！記得嗯戴咗手套，嗯戴咗手套都嗯好凍啊。好凍啊！都好凍，好凍。係啊，掉。好玩啊。そう。嗯。誒誒，香港最近嗯好流行陀螺。啊，寶陀螺你知唔旋陀螺，知係咩？爆旋陀螺寶旋陀螺，係啊係啊。我都玩過，哦，係啊，佢而家又好流行啊！香港好多錦標賽喺商嗯，場、mall 嗰度有錦標賽。哦，嗯，咁係啊。你玩唔玩啊？我又未玩過。嗯我細個係玩嗯，捉棋、象棋、chess。哦，chess，嘿嘿，好型啊，係啊呵。係啊，Yes，我我都有參我未，加錦標嗯，賽。旁邊做，嘿嘿嘿，すごい。我係。未，我唔識 chess，好似好難啊，唔係啊，好好玩㗎。嘿嘿，そうなんだ。因為可以用個腦諗，下一步對手要點樣行，我又點樣行。はあ、すごい好わ。玩。へ嗯，え、跑順道路，我爆旋我哋我哋用好有名嘅爆旋道路。呢，最呢個係最有名嘅爆旋道哦路，Storm EX Pegasus 你明係啊，是做咩㗎？Storm Pegasus 係呢個係我細個嗰陣開始買哦開始買呢個係 long seller，一直都係佢。係啊，哦，懐かしい，可以自己係咪可以自己去改個陀螺，係啊，自己整啊，自己自己整。整啊，係啊，自己 custom，啊嗯，你都會自己 custom 㗎？係啊，梗係啊。哦哦，跟住我好啊。我我有津津源 Stadium，咩？即係個 嗯，stadium。係啊，津源 Stadium，哦嗯，哦，所以好多朋友來到我屋企，你哋係啊，哦，呢個啲 stadium 好難買啊，啲 stadium。
啊，CM 好難買啊。好難買啊！嗯而家 board game 同陀螺，因為係 face to face 一齊嗯玩，嗯嗯嗯，係啊係啊係啊，係啊。嗯嗯，喺香港嘅公園，可以玩足球或者其他 sports。公園唔得，要喺如果公園入邊有足球場、足哦，球場地，就可誒，以啊。籃球場地就玩籃球，邊個啊，運動就玩咩咯。日本度啊，不過哦，不過嗯最近日本度啊，えっと、係曾經可以足球或者baseball 啊，棒球喺公園，都可以玩。係啊，係啊，哦，不過 prohibited 即係而家唔得定以前唔得？啊，而家唔可以玩，哦，嗯係啊，因為上次我去嗯日本旅行嘅時候，見到小朋友喺公嗯，園棒球玩棒球。そうなんだ。へえ。哦，係啊，喺土地一個嗯公園一個草 grass 上邊玩嗯。棒球。うん。係啊係啊係，面白い。而家唔得啊。うん。胃がんだ。あ、哦，じゃあ、日本語にする日本語にする。日本語にする